不过，这个话国讲倒转来，要互这大济的幼囡仔来挂喙罨，确实唔是简单的代志。来看高雄这间托婴中心，小小的囡仔朋友，除了食物件之外，拢爱甲喙罨挂掉咧。老师讲，这囡仔一开始确实是真歹适应，3不5时就会甲揪掉，甚至甲这个喙罨揪害。这就要靠大人耐心来教导，互囡仔豆豆来惯习。毕竟这幼囡仔抵抗力无大人遐尔好，确实来做好着防护，才会当保护咱的囡仔。很棒，是不是？囡仔伫教室内面乖乖啊坐咧，老师替因挂喙罨。伫这个教室内面啊，规工做伙上课、食点心时食物件，下课时伫小耍，这个身躯难免会去活着。小心小心。这拢是差不多大济囡仔抵抗力无像大人遐好，所以讲挂喙罨是真要紧的代志。来拉上去，对，推上去，好棒哦！这边，这样，好，好拉好。也无对这阵囡仔来讲，挂遐久呢，耳仔会疼，搁真翕，拢挂无啥会调。像这个囡仔倒来托婴中心的时，拢唔肯挂喙罨，只好耐心啊教，用个半月才适应。他们会一直去把它扯下来，就是自己会拉下来这样。不过就是我们一直提醒他说你要戴起来。你看小朋友他们都有戴，对，然后他就自己也渐渐适应这样。会当真的吗？不会。虽然讲有时嘛想要甲扭落来，不过慢慢啊惯习了，就袂遐艰苦啊。囡仔健康当然爱排第一，带这细汉囡仔出门时，一定要挂喙罨，唔通无要无紧。